继续关心国际新闻，美国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结束，33岁印度的众议员曼达尼正最后选前。曼达尼的政见是正注重青年和三车族群，伊主张反战，支持巴勒斯坦和移民。那阵11月伊正式当选，曼达尼就是纽约第一位穆斯林市长。Tonight, we made history. In the words of Nelson Mandela,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 is done. My friends, we have done it. 美国民主党的纽约市长提名初选日时落幕，33岁的纽约州众议员曼达尼得到43.5%的选票，赢在力真强，不过争议真济的67岁前纽约州长古莫36.4%顺利赢初选。曼达尼1991年在非洲乌干达出世，是印度的穆斯林，7岁对父母移民美国，即马伊真有可能在11月成为纽约市头一个穆斯林市长。日时的演讲中，伊讲会拒绝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甲纽约市治理做民主党的模范。虽上1个月前，熟悉伊的人无偌济，即摆伊一枚就请起来。My name is Assemblymember Zahran Mamdani, and I am running to make the city affordable. I'll freeze the rent for millions of tenants, make buses fast and free, and deliver universal childcare. And before you ask, I'll pay for it by taxing the rich. 民主党阁出现中诈骗左派路线危机，川普所带的共和党嘛密切地观察。曼达尼大学时代就对社运议题真热，阁伫社区担任顾问，协助低所得的人避免无厝通住。所来踏入政坛，2015年为纽约市议会补选选战开始，不过失败。所来加入真济的候选人团队复选嘛是拢失败。只不过2020年打败连任4届议员，当选丰校区第36选区州众议员连任到担。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